做了是做土地的啦，做了那是种只么是以土地来做。日本爱了留起来做纪念嘛。那拆开以后还摆怎么嘞？这个树唔会做啊，袂做做了还没做过，对的，两季啊。今年冇改牛马粮了。美尼哈是材是东南走的。对，蛮高啦。师傅报啥？你马困啊？你马困？你马困，呀，唔是哈，你马困，天了汉啊，潘回事，本来是供啊。我身上是爱美改养家啦，就是做奶水的有名的潘回事那让俺帮人讲过啊，大概是小号5年生啊，还是有点神奇的，因为卡也现在也没当好啦当困难啦俺小号毕业以后就是年纪挺小啦，还卡夫奶啦，那叫那按穷来些，还难不是还按些的。叫人家问想做2年啦，做16岁，虽然讲后来的，先讲后来的后来还是开始是做了个，那是开始是百事行业系样的。做事业如咪梗唔明爱亮嘅事啦，爱熟把个老只朋友同大家好朋友两个啦，但是基本上咧做山河宴嘅作活动咧，就其實有結咗呢分別啦。其實咧係咪做喺度寫是好咧啦，但是按手上唔會講哦。唔會講，因為嗰啲實在要唐師傅，引進唐師傅有乜講，唐師傅有乜因講嗰啲會記得，同埋你記在心肝圖，自家有時只有做過，就唔是話要做到要困難嘅事情啦，冇啦。冇困難。
久了哈。对啊，来竹东就开始跟我这样的日子过了。你看你，来河洛人，好了啦，哦，你还跟我合法嘛？啊对啦，我来个10年了，10几年了。幸福好好做啦，你做是辛苦啦，落雨时就会擦哈，要擦擦，要讲讲去补讲去，这才是就好难哦，好困难哦。顾好多啊！这新房子现在很多麻烦，都麻烦的所在，对啊。盖老屋子是我们是熟悉的，唔是像政府哎，我哋因为时代不哎，那接脚哈。建筑法一直去在改变了哈，去改变，建筑法都是改变，没重要。你是讲你俩在幸福你起好时候，你是唔会唔过做嘞做嘛呢？上海退休了，做完多年了。就帮忙去撩迄嘛。张老讲咯。是无过爱去舞嘞，迄嘛？四条还不毛嘞，毛上嘞，很难。然后人工又很难哈，很难抢。那个时间又没到。你讲无爱抢掠着，你爱去嘛个舞的。我太太讲落去挣个雅木个啦，有人嫌出来挣，无人嫌出来了嘞啦，所以我上书的啦，做按多年了，做55年了呢。还要试试看哦，他还想要去买那个土地来盖哦，1间、2间、3间哦。38岁就盖到现在，你知道吗？他盖房子卖啊，盖到现在。唔会啦，一辈子啊，做了一辈子啊。你係講啊？講係啊。講啊，呢度㗎，咩啦？梗係撲係人係潘嚟㗎。呢度跳牌其實是世界第一位吼，其實是到台灣甲阿伯啊，韓國哥哥吼弟弟台灣甲都第一位了，所以全世界第一位吼，台灣甲都是要當聖地，是變到做得去河北甲山啊，冇是去海邊甲袂做得搞水啊。
直直木图吼，是变到台七甲公演的时节啦，会共下示范，甲下做个两种都表唔到，台七甲是会错到冇白无通了会动脑眼。其实特别大学教的时节线上嘛有讲过，佮讲其实萝卜啊，是像阿婆本身都会一点罗散穷人，可是佮几只个食料啊，样来然后个风格吼，几只迄个腌来的方式，佮伊冇经过，冇经过到按照自家的兴趣来合过以后来做吼，其实因是唔会去做改良衫的，佢会试到讲甲阿婆的衫，来做唔得。吼，其实了萝卜的强量的方式，甲伊讲根本按照了系古迹吼，当有历史价值该种的吼，来讲按照是为起到为维持基的本来的东西为主啦。可是其实按照了系一般的木吼，按照特别一般大的木。我弄叉了啊，特别个帮妈炒叉啊，配叉啊，让我摸做摸呐。你为了两家门使用方面啊，要把摆作定嘅就当木摆啊，所以我说该家门呢，差不多封起嘅。按照了摆得啦经历了某个时间吼，咱会袂以未来按照用版型来用两讲网络的方式来上，做得符合到按照了下的需要。日本爱了哈，留起来做纪念。那拆台以后还摆怎么呢？所以了要带冬天当小那，那热天呢，就是非常凉爽。我想说，系我讲起来啊有机会讲得不下来可以落加大。哎呀，你习惯了，简单些的。啊？现在是。还没失去，馒头包我是你因为我保守的啦啊。就是米晒。阿婆，萝卜油嘛该好的喏。萝卜油蛮好呀，好凉啊。是台北开工的时节，十几天是三藏水果咧在果咧摆摆了个当天摆个卤班、好鸭，安样的啦哈，或者烤笋啦、羊公啦，安样的羊公现实，嗰个现实，安摆现实啦，才是共通共的时节啦。你一片呢，你东西要是讲这个又摆，安样就就在款将也就是发个吉利吉利是巧的啦，安样的是啦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你做上行跳路因啊，都创头为从下督导啊。其实好自然的跳路啦，你是好武力的跳路啦。他是第一道的工程师啦，是他发出来的画图设计啦都是由他来做了。我你是施工啦。马啥要师傅马啥？你马困啊？你马困？你马困，呀唔是他，你马天了行行回事，来施工啊。实际上佢已经非常热血的，还个非常上班佢冇死下来人意非常好啊，对人非常欣喜的，所以讲学士佢差不多20排人研究的啦，所以佢嘅图呢，所有喷自己喷就係自己自家设计发图的，佢出得清啊。所以佢研究佢未先未做得的啦，佢出嚟包括还是仪表板了不卖到非常好啊，佢事情都唔好，风水马家己会做，所以师傅非常强，所以我特别，你看要把带子带到佢度做，求个带了下，去年等到现在。是啊，现在找到那里走，我也不好意思的。先有讲讲，家己去学落水咯，下面雨咯，有少係啊。
抢了，我们记得嘞。啊，因为我昨天唔记得那个学士就是248教的呢。係啊，啊，我唔記得。唔會啦，因為唔記得啦。重叫。就跟那怪樣我唔記得我是做唔得的。你還是冇從小的啦。哦，你還現在冇從小到安嘅東西啦，沒有辦法的啦哈。要做得記啊，因為上下就安啦。係愛熟巴，記得咪記是木本身係木工嘅啦，木工嘅是這，嗰時木工可能是台木嘅啦，是冇按到這樣嘅大概啦哈，是來聽愛師傅講上啊學啦，來咋個來學奶水啦，俺做幾做奶水也冇講非常按得你啦，啊，俺但是做木匠就是啥子，先橋啦，都該好幾做尺寸都是先。精準啊，精準啊，你唔係講教，也咩講有冇教啦？你係自家意願的是啦，你學東西係自家意願啦。你喜歡的時間，得到得到人嘅應該寵愛時間，你得到人歡喜，唔會讓人價格高賣，人是會通常係哪張羅師傅都會讓佢講，通常係秘訣啦嗬，通常啲就會讓佢講啦。像咧做苗方面嗬。基本上是係啱師傅是全部會講啦，但是啱唔識也冇個機會學，也冇個時常，也冇個機會學做多數出嚟啦。有人有機人，然後個都做苗嘅師傅同佢做多啲，因為乜個東西就係讓嗰啲上面係讓嗰啲講指導，嗰啲就學起來就記得啦。學係比啱師傅學係好多，啊好多。我咧呢隻全部掹要快啲啦，照計天年97年嚟種下啦，計下快啲啦。因為佢背後有條樹啊，嗰度蓮霧樹佢風來後挖斷啲牙打快啲，就變啲啦。小啲木洞嗰個木面嘅扁帶，木洞啦扁帶，弄好啦弄粗啊。cái vụ tang này ngã ra ở nhà mà cái muốn nhà mà như xin chỗ đi rồi lấy cái hai này vừa流水啊，hai này流水连香安này vừa转thế đấy。你也知道很多哈。哎，你看台湾地啦，怎么没做过师傅的呢？方梅在种花哦。不是这个搬起来搬走啊，搬走当然。做一个台阶这样子，一个种草种花都可以啊，把它砌砖砌起来了。对，我们想要看一看你们没有在工作的时候都在做什么。今天没有去的。就弄拔草，这些弄东弄西的啊。我爸从10几岁开始，一直从学徒一直到现在。其实你说休息嘛，因为这是他的兴趣嘛，只要不过累，其实对他来说那是他的兴趣，就像我们在家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样，所以对他来说并不是很大的负担跟累赘。你说他完全休闲在家里，他也其实闲不下来。其实我妈妈现在已经很紧张，她休闲下来要做什么？其实每一个老人家都是这样子的啦。这50、60年来，从来不是说没有休息，他休息就是去哪个地方去做一些我们认为是工作的东西，他认为那是休闲，所以他也没有真正说去哪里去游玩，他也闲不下来，对呀。
了就不要了，因为以后。这些网图哦，它就是留给我们修复工程用的嘞。留给我们修这个古迹用的啦。哦。从前我北府给他买嘛。哪里带？台夫啊。台夫哦。嗯。没有理台夫。没有理台夫啦。没。就用来台夫。这个田呢，它自己的田里。它用完就没有了。没有了，要别地方找，很不好找。要再找。要没有石头，又要好用这样子啊，没有石头，你看一个石头都没有。第3次才找到师傅是不是？哦，对啊。你说好像第2次是有一点点盖错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这个工程就是因为有采购法限制，所以可能不能够直接找师傅做。可是因为经历了3次之后，就是流标，那后来我们就采用古迹修复的一个再利用的办法，去找到传统的匠师，然后透过那样的机制，再请到师傅来做。5百啦，伊签死说无吉岛，该新的无吉岛人，伊签窗子方用3方所看就穿甲哪有穿上去啦。俺母爸爸讲你按穿落去，不你讲俺3、4方去呢，俺如果穿卖就按就转来啦，马上啦。湖面都是常豆所地的。了白讲了遮无吼，其实遮忌讳。日本因着更加的子孙转来的时阵，一方面就在看到讲，了无吼从头白到了海无喊出来，韩国其实是这有得了未了过的地方，了到今年都喊出来。其实因着嘛是希望讲，做得老翁因的无做得10个穿下去，韩国因嘛做得透过了白的机会看到讲，其实了无啊做得长转去呢，所以其实像因讲，因到亲戚转来的时节啦，冇是像因到了秋困哈，其实有咩喊的有红因的萝卜啊，其实佢34月过来了的时节，其实会看到讲，有了不其实长长的喊以后哦。也是很好的，一定有讲究的。你啊，好种只小宝贝来咧，好咧，无聊咧，好咧啦，是慢慢做啦，种两只小宝贝，个只细妹来啦。系啊。希望你啊种上涨。上涨。系啦。你是讲这一男的。小时候也没有很多的记忆，说跟爸妈在工地里面工作，知道很模糊的记忆啦，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会在那个我们的那个门前，爸就会锯一些做庙的漂亮的玻璃，我爸会把锯剩下的玻璃让我们小孩子玩，我们就会玩那些玻璃啊，就是他们下工之后傍晚嘛，就点个小灯，就是这样子玩而已。就没有什么记忆，然后寒暑假就会去工地帮忙，那就比较有记忆啦，就会去搬一些砖头啦，有时去玩沙子啦，或是2、3个兄弟姐妹就会在工地里面玩腻了。我妈说我们几小时候才在工地里面一直哭哭闹闹的，我们也没什么印象啊。4个小朋友这样拉，这样工作，在那下面睡觉，
他拿个网子这样放走，也不怕狗咬到，还去上面那些的哈。我的那最小的这个睡觉，哦，弄这一行了哦，这个搬过去，这一行了又搬过去，这样歇睡觉，睡了差不多1个多月。还有你看我们回家哈，他没有放饮我们哈，他就感冒了，就发烧了。看这么大的狗上来了。充滿人過啊！反正下輩是通風啊。咁未用通咯，用推嘢哦，推嚟啦，推過咧貴得嘅哦。一個吧，可是太大聲了。那如果真的用那个嘞，种锤的，真的用锤的，很难。5吨半是不是2吨7诶？来聊呢？你看哈。我回来最多搞把脚骨头上来点。我们现在盖房子最怕开天窗，每次开天窗就漏水。对。真的是开天窗啊。对，打开。所以他要先把瓦都做完之后再来开，确保其他的节律是对顺。我们要这个边边啊，比较漂亮，比较直啊，这个边边啊，这样子啊。OK， 光冲了。那表它光冲，尤其那一边的哈，表光瓦的时候，你也这边的哈，你这个石灰放出来一点哈，那水就从这里流下去了。哦。对呀。就是反而不能够这样子哦。哎呀，一定的呀。原理很简单啊，可是要做很难。光是挺简单哦，真的做，真的弄得是很困难的。真正做就很不容易啊。就我们闽南人要来偷学啊。偷学。阿婆有讲啊，讲猎捕吼，含义一定要讲冲，冇讲冲吼，底部暗暗吼，都袂有芳的问题啊。所以你含这强师傅吼，按照咱底部都有三件，逐件啊，底部都会有2只讲冲吼，半支底部都会讲啊。你看我们发展这么久的，像这个土角厝，其实真的是应该说对居住的品质来讲，符合了各种人很基本的需要，而且是很健康的。可是我们现在因为有 RC 有混凝土之后，就大家取代了这些原本的，对。然后可是这种东西是，你看像 RC 它是很不好的隔热层，其实你看像灌浆的那种，灌浆的那种，里面有钢筋啊，然后混凝土这种。就很方便啊，然后就工业就很容易取得，又很方便，量又很大，价钱又相对便宜。你看像我觉得老家这个，它刚好我们就说这个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台湾建筑史，就这样。是最传统的土角厝，然后像这种屋顶，而像这个就是用砖的，那个就是最新的，就是 RC。可是如果你真的在这边住一段时间啊，比如这边住几天，这边住几天，你就发现那一边最热。哦，对。阿婆就是啊，他睡午觉一定到这边来睡。我猜他这个弄好，他可能会来这里睡。越快速，然后可是实际上我们拿到的东西却没有比以前的好。土砖啊，你种泥巴2、3年讲个细它才会结实，它会扎实了，不然它还会陷下去了。要等2、3年哦。现在人没有那种时间可以等。其实从台北一座那个土角厝要等3年才能建好，最少有3年就是这样。哎，你好，
中世嗰啲出世就農家出世因，哪本我就大慣啦，哪本我就大慣啦，反正我啲生人細人過，有陣嘛散了當下做得大，哪本啊好好嘅我做得大，我就喺度大，基本好嘅我幹苦，杨半夜强咯，亲家咯降咯，那伊都冇办法啦，以前简简单单吃这样。唔係講咁事，唔話人係冇啦。你講人係冇係是只兩人條好多啊嗬，兩人條要講個享受嘅冇啦嗬。但係啲路頭擺冇是講起享受是冇享受啦，是好嗰種嘅樣辦講，冇個昨天冇個雙方按排頭按好啦，自排冇按好啦，我老見人講就是自排啦，降啊，撞啊，降。但呢一種是路頭擺傳統下頭就係用嚟堅固啦，耐啊，適用相對盡量也是冇咁用啦。按做子女咧，大家冇大啊，大唔得落嚟國際出去傳承，國際冇咁用嘅，是的冇咁用嘅。按你講應該將佢張家廟嘅呢個張家廟呢個，將佢按多沙納在，納唔得也冇呢樣納啦，後佢。我也冇同佢大，我大唔落，我係少，我冇同佢大，就是話咁用法去管理嘢。銅棚啊是係嚟設計，石師傅喺我嚟設計，設計呢個張本嘅畫圖師建築師畫圖，你一大部兩條嘅後背做得永遠因為你一太平洋版基本都上保留，結果就喺地震嘅時間修不了嘅體統差唔多是必體的後體的是有危險。你一排湯做得兩年，等於是8年，頭尾是10年嘅長久，55歲開始做呢種東西，做到65歲慢慢做咧。這樣嘅，我被看到是2站，其實行到地板先站1站，挑高15.8米。如果外面把它弄成只有1層，又不好看。冇可能，嗰就變成家用，冇可能。上啲頭白煙嘅智慧，我們就你看我裏面去仿照頭白煙，人做的是，唔係我裏邊頭白煙是聖賢咁話嘅。所以你一種啲學唔前啊，識到學唔會超，都要師傅才在這邊跪的，我們是要在這邊。開始來啲會以後是大家結緣，就講來啲會這個修行用下面啊。係用。我現在心感謝。因為師父常常在提起，要弄這個每年是才是東南走的。對。當時咧佛祖先呀，多啲打人長英200應該2年90人來啲比賽師傅唔好。我想辦法，來堅持啦，我就按鐵記錄，按嘟好，我講我向那個鐵工按到啥用佢馬機搞，我搞落去。鬆散，唔值錢。自己2公按樣當努力啦把老的金剛石全部洗到，當神。一個念佛就是一個耐心沒有耐心人。沒有辦法去念佛了，這是學習個耐心啦。因為我哋去學個長途法門時啫，佢阿彌陀佛啦，念到有1點鐘是阿彌陀佛啦，你念唔難啊佢係你講冇難你一條念嘛，還係要念那阿彌陀佛一條念那按用嘅是所以你要有個專心耐心。像我做那些，你就有耐心嘛？你做唔得冇耐心嘛？冇耐心，你做的東西是唔會辛苦啊，做的東西唔會正啊。你要講人基礎啦那係屬於夢想、設想、改不過當，全部是我自己做出嚟。
像我爱讲爱太太，另外社拢大家人爱帮忙身边帮忙人爱提手啊，听咧。做艺术的人啊，当唔好。第个人咧插做的东西就冇穷样了，比如爱做只塑像时候咧，你做的人爱做的题，冇穷样了哈。各啥嘅这个经验，这个嘅想法，哈，冇穷样的事啦。做收入又冇穷样啦，啊，因为人做到人多哈，因为做东西硬了，像因咱布个人们也是硬了，硬邦邦的切是硬了，我哋唔平喺度做是软顺，冇穷样啦。你都是家里的人啊，女婿、女儿、太太一起帮忙。那这样子，这么长期工作，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地方跟不方便的地方？有没有？唔会啊，都唔会啊，都很方便，都挺方便啦，自家嘅条方便咯。做乜嘅东西，大家因做慳，一直讲要做培养东西啊，样啊，又叫抢死啊，因爱种好不爱咧去做嘅先讲嘢。两边就顾到啊，感觉都好，还是很好了。小孩子上下班、上下课也要接啊，又有2个你要带啊。那时候老大上小学嘛，4点就下课了啊。那现在工作基本上都是5点以后才下班，所以小孩接送跟拖带都是一个问题，所以。没有办法兼顾，还是以小孩子为重。好，拜拜。结婚其实也有很多太太选择，我可以在家就带孩子洗衣服、煮饭就好。你为什么要跟着阿爸这样？哎呦，没有钱啊，没有钱啊！我们出来给那婆婆赶出来的时候没有钱，2个通通要去做啊，还骑了什么呢？死当下，前面载1个，后面载2个，那是我先生载哦。我是很辛苦哦，我做到现在，我跟你讲。我们上班的时候4点5点回家的时候，我先生又要一直做到晚上11点，没有钱啊。我们小朋友先带回家去洗澡，洗好的时候煮饭煮好，我们就送饭给那个先生吃。小朋友在家里做到11点，每天都做到11点，没有钱啊。这都辛苦。你也很累啊，你白天帮忙做，晚上也是要弄家里的事。他会洗衣服。他洗衣服洗到现在，他洗50年了，到现在都还洗衣服。我煮饭给他吃，他还我洗衣服。所以你们2个感情很好哈，在这么困难的时间这么多年，一个人做一样，我才不让他洗呢。以前那个小朋友不是吗？卡其衫嘛，外套轻轻的啊，礼拜6就是要两大面盆，4个小朋友呢。饭4套呢，一个外套一天要穿1个礼拜呢，到礼拜6晚上通通洗，2个人洗，通通洗。说我的故事哈，哎呦，那连续剧哦，100他信的故事还要300集哦，还演不完，还演不完。我跟你讲哦，没有放人家出来。你要不要跟我讲？我可以编个连续剧在客家电视台演啊！哎呦，我的电视剧哦，哎呦，大家都想看。那个人家给他赶出来，没有可以吃，又租了的房子，1个月才300块。哦，以前当兵又当了20天，20天又没有米可以吃。阿弥陀佛呢，我叫我爸爸说，你先借100斤的谷给我，
给我磨米来吃。我的先生假如20天做回来有钱，我再还给你，他不肯，就煮稀饭吃那个什么呀，那个哈米呀、哈比馍呀，稀饭放稀饭馍，这样弄。我的小朋友吃稀饭吃怕。还有，那边的有人那个开水盘的啊，我是在街上租房子，租300块，租在前面。那边有人挑那个水盘的了，有钱人大家都去拿，一个不知道几块钱不知道。我们看开水盘的人呢，我哋成日杀落在不看狂人嘅，见到狂人嘅冇俾狂到，佢爱去啦，他要吃啊，我都没有钱啊，你叫我怎么买水盘的不是？还是狂人的某天哦。去水板呢，说，我的故事哈，还有300集都讲不完。和我一样都很辛劳啊。他同好嘛，动头很啊。他工作想到，他父先生读书很棒哦，他很聪明的人啊。我聽見到啊，即係做奶船學嘅寺廟嗬，真冇呢啲嗰個把個廟門把個上嘅，真冇啲冇學嘅會發，就是頭腦那麼好，他看過他都會。那以前哦，他賺錢賺很多了，啲當掉股市啊賺腰啊，不能多餘，不能便宜啊。所以擺有15年呢，佢兩公婆做起來都會傳傳來，當強人嚟呀。我哋冇法做成這樣強。佢兩個人感情當好呀。世界冇什麼兩公婆是冇強人，當強比誰都強。你看。我昨天門口那到我們讀給他證明了，他頭腦很好。我說他先生還是靠他太太賺錢，他頭腦，他的錢也是完全靠他太太來的，他太太很節省。你看，他來都是饅頭，沒做喝開水，一般人買礦泉水，他太太都煮滾水就當多行的煮滾水煮爛。聽到唔計，咁啲粗飯煮啊，就係煮嘅啦，嗰啲係粗飯煮嘅啦，非常好的人啊，他錢完全都省落嚟啊。我妈妈是家里的重心，那不管是出主意啦，或是生活的安排啦、计划啦。长远进程的计划，其实都是他在规划的。其实，从小到大哈，很心疼。买个东西有几点帮忙哦，像是我哋看了，像是东西像是好忙做东西去准备好帮我哋熟土啊、夹啊，夹做好啊，像是我哋项目上都基本上好了啊，都是很
行动方便的走啊。你有想要小孩子做这个吗？不要了，我不会想到他会做这个啦。这个谁要和这个那么苦的工作谁要做？那阿华很厉害耶，可以跟你们做这么久。我做10多年了，都是我爸爸跟我妈妈做的。他也什么都不会。我是副手。可是也很不容易啊，做这么多年没有逃跑。没有，娶老婆在这边的，要跑去哪里？没有地方可以跑哦。没有地方可以跑到这边来。也不一定，但是你比较乖呀、有的人还是会跑去做别的啦。我以前很坏哎。他是很乖哦，像我们老人家哦，像我们老人家谁要公民的屁股跑到很远地方去哦。农师傅农爱劳啊。跳板啊师傅一点就讲，我哋人生啊，哦调动哦，调动是讲耐旱耐冷啊，调是讲上应该啲木匠干苦啊意思啊，我啊，嘛都是要咯，我哋喺嚟用嚟做下嘢，唔講，我都是要咯，我唔做咧，啊這樣咧唔係，啊調動哦，係啦，要賺錢，用心賺實賺。是这样的东西，你看，就像跳板啊、石坡些好事的些，左上教是等于公司，哎，故事，也声音还是按左主教做些啦，那是师傅的教诲啦，师坡的教诲啦，我们传下来是这样的传承啦。冇晒到来啦，来啦来啦，冇，来。我爱跳板好事先讲，16岁后到17岁，俺师傅啊是并且帮俺自家是做这样的播放部，是那个播放部，俺自家做，但是佢教坛俺有没有请师傅，俺师傅俺教坛呢，我也真感恩啊，真的，也显自是显头了讲，已经也冇了呢，教坛俺呢讲做那属于做师傅。感恩很用心的啊，我是有本人按教台过啊，我也感到个是荣幸的一样啊。昨天是做土地的啦，昨天那时是从只么是以土地来做，假是冇土地已做东西。程度已經唔簡單，我哋講可惜過啦。咁我講為咗傳承，我是用班人來做，所以我是也不好當做賣嘅，我是以土地來做，我賣是我賣多多，唔同我冇用聽，我是我冇用。你自家事業不，冇對我事都賣不好，因為作為工人兼冇長咧，很難做。呢一陣喺咁講咧，我自己做法，咁平時喺狂班用班喺啲做呢啲，喺啲感覺到我已經做我自己心中心腸，我自己已經全心全意做本人客戶嚟，